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成立以嚟，致力為澳門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培養德才兼備、盡忠職守嘅警務人員，全力維護國家安全及澳門社會嘅繁榮穩定。為厚植學員嘅國家安全觀念同責任意識，校方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，以實際行動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嘅堅固屏障，堅定不移護航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本校開展系列國家安全教育工作，砥礪忠誠品格，讓愛國愛澳精神薪火相傳。校方堅持將愛國、愛澳、忠心、服從、誠信、廉潔嘅核心價值貫穿於教學與培訓之中，讓學員將慎獨、慎微、慎初嘅精神內化於心，以建設一支廉潔奉公、執法為民嘅公僕鐵軍。為推進現代警隊文化建設，保安高校聯同各部門開辦系列活動，包括工作經驗分享會、中文徵文、攝影同短視頻比賽等，旨在凝聚警察團隊精神，鞏固核心價值及使命。他拍出來的眼神，你的腳的力度，啪，腳的力度，他是能看得出來的。你看他下去以後下。學校緊貼社會發展，開設多元嘅警務課程，更深化學員對人工智能、心理支援、輿情分析等技術嘅掌握。同時，保安高校積極與各地警務單位交流互鑑，引領學員將前沿知識轉化為守護澳門嘅警務力量。今日我哋舉行水晶魚2026民防颱風演習，透過演習，目的係要測試民防架構成員之間嘅溝通、協調同埋聯動嘅能力，並藉着民防志願者、社團同埋專業機構以及市民嘅共同參與，持續咁樣提升社會大眾防災嘅意識。我宣布，水晶魚2026民防演習現在開始。保安高校負責統籌離島區民防工作，通過定期舉行民防會議同疏散撤離演練，與各界攜手完善民防應急工作，守護社會平安。我哋十分重視青年培育工作，並喺今年3月成立第一屆校園警聲青年團，同時與鄰近地區攜手合作，凝聚推動社會進步嘅青春力量。我哋嘅辦學初心始終如一，包含住對愛國愛澳嘅赤誠，對護法安民嘅堅持，對拯救生命嘅執着，堅守對蓮花寶地嘅鄭重承諾。蓮花寓意廉潔，正係我哋保安部隊嘅立身之本。多年嚟，保安高校一直秉持精於學、敏於事嘅校訓精神，為澳門培育咗一批又一批具備專業素質嘅警務人員。佢哋喺各自嘅崗位上，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，維護社會良好秩序。佢哋喺每一次嘅行動中，無懼危險，忠誠履職。佢哋守護國門，不懼挑戰，以專業用心態度服務社會。未來，
寶安高校將繼續奮發前行，培育護國守澳、忠廉實幹嘅警務人才。